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民进党中执会9号下午公布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征召郭国文来参选。对此，郭国文表示，2波的咨询性民调，伊拢以10%甲6%来胜出。伫第一时间，除了感谢党中央甲中执会肯定，未来嘛将积极拜访党内人士，扩大团结。至于陈小玉脱党参选，郭国文希望还佫有转圜的空间。在我提名之后，非常遗憾，有对手居然退党参选，这一点呢，我希望能够有转圜的空间。至今我们感到惋惜。如果万一真的无转圜的余地，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如果形成这样的结果呢，必然我要面对的呢，包括国民党的谢龙介，还有包括脱党的陈小姐，这样的情况的战局必然是腹背受敌。在腹背受敌的情况底下，会受到两方的夹杀，必然是一场冷战。我很恳请的所有的乡亲朋友，还有民主的先进，能够跟我站在同一阵线，能够打赢这场补选。另外一位无得到民进党提名陈小玉，伫9号暗时嘛透过脸书的直播，表示将退党参选。陈小玉表示，民进党甘愿去派系绑票，无照提名的制度，只进行个别的征询。嘛无协调，就公布征召，相当无公平。因此决定退党，捍卫年轻世代的权益，要甲老政客来对战。民进党已经被新潮流绑架了，他们利用不公平的方式，他们没有按照中执会的提名结果，而直接推选出郭国文，没有协商，直接端出民调说郭国文赢。我觉得我对民进党非常的失望，所以我退出了民进党。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蓝绿对决。这已经是年轻世代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要出来跟这些老政客的选举了。所以我拜托长期以来支持我的农民朋友、劳工朋友、年轻朋友，继续给小鱼鼓励，继续支持小鱼。我一定会勇敢的继续往前走。针对民进党的分裂，目前人伫个国外甲龙鱼面拍拼经济的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上午嘛透过影片表示，伊讲党中央确实有甲伊讲过，如果中常会若决定征召，身为主委将撇无可避，会一肩扛起。如果最后中常会是决议要征召由我去参选，我想我身为台南市国民党部的主任委员，我是避无可避。虽然是最艰困的选区，有如火坑一般，但是我们还是得一肩挑起。虽然民进党看起来是有分裂的状况，但是在这个选区长期以来，基本上就是绿大于蓝。我想面对这种挑战的选区，我们会勇往直前。对于未来的2个月所打了这个艰困的选战，我们会戒慎恐惧，也会全力以赴。虽然台南市的选战一直是绿大于蓝，不过对去年的9合1大选，民进党挫败，加上这届立委的补选，佮被看作2020的前哨战，哪力拢无认输。但如果民进党分裂，是毋是会像议长选举同款，未来还佫有2个月观察甲拍拼？台南新闻连根采访报道。现在虽然因为少子化，囡仔的人数较少，但是针对幼儿的权益，也是一个民众关心的重点。10号上午，议员许佑仁、李启维、沈振东等议会教育小组的成员特别召开记者会，针对台南市14间公立专设幼儿园当中有教保员资格留用人员，有21个人登记只有领22K， 有的幼儿园流动率悬，严重影响幼儿的受教权，嘛要求市府要赶紧做出改善。关庙幼儿园地方反映得很激烈哦，咱这嘛无得解决啦，伊就干那一个正式老师7个留用，7个留用，因为我们以前是
我们是乡托转成专设幼儿园，你都无法度，我们必须确保他的工作权。那7个留用员就也提升了，他们也从留用人员一直去进修到最后变成所谓的教保员资格。你刚才也跟我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都有取得教保员资格，结取得教保员资格，结果伊的薪水都22K 啊，今年提高到23K 啊，对不对？那他这种22K， 但是咱高雄管区，它的里面的留用人员，他只要努力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而且去正式考试，去取得所谓的或是受评鉴取得所谓的教保员资格，应得用教保员来细心啊呢。所以这大家嘛，应该做一个调整一下啊。不管是公幼或者是专幼，都是现在都管辖属于台南市教育局，而且它都是公立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当然了解教育的品质跟量是要同时兼顾的。那相对的，如果你的质要提升，第一个你要让人员稳定嘛。那人员稳定，你要提供给他足够的一个薪资待遇条件嘛，这是很基本的。另外一个升迁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发觉在这个部分专幼确实长期被遗忘了。教育局表示，14间的公立专设幼儿园当中，有176名幼教老师，其中留用的教保员虽然有教保员的资格，但是因为因是临时人员，所以因的薪水当会使领到计划当中的基本薪资。因为受到法令的规定，想要提高薪资是有困难的，所以当会使加强辅导，让因成为正式的幼教师，才有法度提高因的薪水。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第二官方委员办公室为了推广英语优先的环境，除了协助店家制作详细的菜单以外，嘛积极宣传英语优先的店家。为了进一步持续推广，伫去年嘛举办了英语优先店家宣传影片的精选。邀请市民朋友共同为店家翕影片来宣传。10号上午成绩出炉，由着南台科技大学我与咖啡半日游得到金牌奖。现场嘛由副市长徐玉典颁发奖牌，同时嘛颁发感谢状予合作的店家，并期待未来会使有更较侪台湾市民用英语向世界宣传台南。那我们在提到很多的相关的环境的这个落实里面我们就希望能够呢，先从我们的商家，先从我们每一个外国人呢，在我们台南市最亲近最想要去的地方呢做起。那我想呢，这2年来呢，我想这个我们第2官办的中心呢，非常努力的，也感谢戴教授的团队 Mary 的协助我们的外籍顾问的协助，然后呢，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英语的这样的一个商家呢，能够呢逐渐在台南市作为一个府城小吃作为一个古都的这样的一个观光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呢，能够结合商家呢，结合店家呢，能够真正呢，让这个外籍人士进入到台南市就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能够进入呢一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外籍友人的城市。参与的业者表示，这届的活动非常新奇佮好耍，希望会使透过影片吸引更较侪消费者佮外国朋友。主办单位第2官方委员办公室嘛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举办相关的活动，让整个台南动起来，共同打造一个英语优先的环境，让国际观光客更较喜爱台南。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因为烦恼台语文化一天一天慢慢啊消失，所以曾经依着台语歌下金曲歌王的歌手谢明佑发起了来台南找台语的文化自觉活动，呼吁大家来到台南爱讲台语。发现即摆囡仔讲袂认得以外，可能连听拢有小可问题。台语是我的母语，我感觉一定要家己留落来，因为讲母语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代志。你自细汉和厝里的人、和妈妈、和厝里的人讲的语言就是你的母语。毋过即马足侪囡仔，即个基因慢慢咧流失所以阮希望会用借一个活动，甲即个习惯找转来。毋是用学的学的你拢会伫厝里上网啦、找资料啦，你无真正会学你可能就宅在家里。学即个母语主要爱出来和生活有关系，爱出来找。来台南找台语第1阶段会甲振兴街商家合作推出台语问路店，
只要用台语来买物件，就当得到这使用又搁好看的橡皮擦。将来嘛会扩大范围，互加这台南的店家来响应这个活动。只要来到店里面，跟店员或者店长讲台语，三四句，那每一间店家的规则不一样，可能有的爱直接互动游戏，你互动成功，你就可以送你一个橡皮擦。橡皮擦上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店家专属的介绍，说每一间店家介绍一句台语，顶头够录音 ，QR code 扫进去就可以听完整的录音介绍。后面还有一个用文字说明，旁边你哪听听到旁边安怎？这种说法呢，就是大家共同透过一个活动来推广台语。希望吼咱以后经营给做一个起头，能够带动说整个街区都讲台语。虽然讲目前只有少几间店，但发起这项找台语的活动，主办人就是希望透过振兴这台语环境营造，一点一滴去影响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做伙来教育台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特别过年，为了让弱势家庭过一个温暖的好年，并且感受社会上的关心。永康区公所甲台南市妇社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合作，特别将400名保暖的背心捐予永康区的弱势里民。10号这天，由区长张瑞明甲协会以及南良集团代表做伙送出这份爱礼物。今天其实我想我们这位我们这个协会啊，目前的理事长也是正好我们在地台南实业的。老板的董事长来兼这个理事长所以呢，那个江东波先生他有建议说，等于说事业有成在我们当地事业有成之余也能够关怀到地方其实这个活动要办，我相信不要刚才跟在做这个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能够带领他们的团队来到我们永康来执行以外，当然南良实业在他的当这次活动的后盾提供了我们400余件的这个很好质量非常好的这个防癌的背心。这次捐赠呢是府城防癌抗癌协会发起用南良集团的一些最好的一些材料制成冬衣来这个给这个府城的老人还有这个防癌抗癌协会要照顾的对象做一次捐赠。这次呢是我们捐赠了430件实际上我们年度我们今年度制作大概1500件左右这个是本着一个信念了，就是希望府城的百姓特别是老人家大家都健康。妇社防癌抗癌健康协会甲南良集团的爱心行动，嘛，互永康区的弱势家庭不止身体得到温暖，连伊的内心嘛感受到满满温馨。协会嘛希望透过这摆捐赠，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鼓励更较侪人甲社会团体加入行善的行列，让社会充满温馨祥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好 ，OK， 好来。南上烧滚滚的热油，将花椒甲辣椒烹开，直接逼出来。这道叫做水煮鱼的川菜料理，就安尼烹上桌。
这位伫厨房无闲出出入入的秦军，本身是大陆重庆人，8年前甲太太郑蓉蓉谈恋爱，结婚以后来到台湾定居，但是因为无习惯台南食食甜甜的口味，就开始家己煮食，嘛来销量高香。因为夫妻2人拢真好客，时常招朋友来厝内食饭。朋友食完拢学了好食，鼓励因爱开店，所以才创立了重庆一锅香这间店。我老婆是做保险的，因为她的同事也蛮多的，她看到我炒的菜每天就觉得很好吃，然后就叫同事过来吃，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开餐厅呢？这么好吃的菜。”啊，他就启发了我，啊，最后我就自己开了一家餐厅。然后我们大陆过来的都会啊，怀念我们家乡的味道。然后我就用这种自己制作一些调料品，啊，然后有时候那种辣椒我自己种来过后，然后用传统的那种手艺去炒出了个蛮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川菜的要点就是说，我们老姜、蒜头、花椒、辣椒那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色香味之类的，我们看起来就川菜的要点就是一个火候跟色香味，对啊，制作出来过蛮受大家欢迎。如果唔敢食咸，重庆菜内面有一道叫做酸菜头老鸭汤的料理，嘛真受到民众的推荐。喝起来会回甘，风味特殊，对，很清爽，而且感觉蛮舒服的这样子。嘿，啊，冬天来一碗的话，真的是蛮温暖在心里。因为身体因素，秦军阿母不得已将餐厅收起来，但是冇真侪老顾客问因当时搁在开业，所以开始研发料理包，主打网络栽培服务。重庆一锅香我有注册，然后所以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网站，有时在大家口碑在相传，然后大家都在预定，因为像今年的话，差不多也有好几百份的订量。对，还有一些调料品之类的，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对。四川料理咸咸个香香，相当适合伫冬天来食。想要食上界正统的重庆料理，现在就有一个好选择。重庆一锅香好吃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配合政府的长期照护，基美医学中心对106年开办居家照顾服务。主要服务永康、北区甲安南区的个案，到目前服务人数将近280人。而日间的照顾服务，福禄寿学堂对去年开办至今嘛服务50位个案，平均每天大约有25位到日间照护来上课。现在为扩大服务，基美医学中心结合日间照护甲居家服务，而且照顾的地点嘛扩展到东区。我们这一次最主要是要在我们的这个居家服务要扩展到我们的东区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台南市的这个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14%，已经达到一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那居家服务的需求就会更扩大。那我们会尽量希望说个案能够留在家里面被照顾。那如果说真的他在家里面照顾没有办法得心应手那需要到日间照顾的这个服务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透过居家服务跟日照的一个联手，那充分把这个个案照顾好。例如说他如果说要在家里面做这个协助沐浴，那我们就可以在居家服务来做。那如果来到日照的话，他可以来做我们的健康促进，还有一些活动的参与，那园艺治疗、宠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点心工作等等。透过照护员一张一张相片的呈现，基美病院嘛发现，居家服务甲日间照护的人手，不但会用来找回长者的生命价值，尤其过去失能甲失智的长者，伫咧厝内只用咧做三等的老人，就是等食饭、等看电视、甲等囡仔转来。不过现在透过日间照护中心，不但会用咧互即群长者活得更较快乐，而且嘛会用咧互相照顾，过得更较有自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有10外档开车经验的人，所常常发现上高速公路会特别紧张，甚至出现了心跳变紧、心脏无爽快的状况。这个时阵就有可能得到驾驶恐慌症。恐慌症发生就是说，当你在某些特定会害怕的状况之下，会出现胸闷、心悸、呼吸困难，
胸部有梗塞感，然后好像整个人快要死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很像心脏病发作的样子。而事实上，它是大脑出现不平衡的原因导致的。好，说有观众出现像开车上高速公路啦，或者是某些封闭性的路段，然后它会出现恐慌发作，然后整个非常不舒服，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可以来找身心科医师求诊。那治疗效果其实都非常的令人满意。医师嘛来表示，恐慌症有真侪种，但一旦恐慌的物件会严重来影响到日常生活，就应该马上来就医，寻求专业的治疗。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